第13組群力促進會以公平正義、樂業安居作為參選政綱嘅核心，堅持做理性嘅監督者。全新組合加入唔少年青新血嘅群力促進會，一共12位候選人，由嚟自中產階層嘅何潤生領軍。首次擔大旗，激烈嘅戰場，唇槍舌劍不但止，仲要面對突如其來嘅抹黑。何潤生承認有壓力，不過佢會將壓力化為動力。又話若果當選，首要工作係監督政府推行雙層式社保，以及係全面落實公屋政策。一個公共房屋嘅興建呢，必須要有時間表。咁能夠出咗個時間表呢，我哋公眾亦都包括我哋議員呢，能夠監督住政府去落實有關嘅一個嘅興建公屋嘅計劃。咁我相信政府呢，必須要有一個問責嘅部門去處理呢一方面嘅工作，因為而家所出現嘅問題呢，我哋都發現部門之間彼此都係喺度推諉。而今屆選投群力從事教育嘅第2候選人陳紅，致力維護婦女、年青人嘅權益。佢話：現今青少年政治冷感，學校責無旁貸。譬如話，我哋可以利用現在呢係進行雙選舉嘅過程當中，喺學校加強呢一個立法會嘅宣傳、行政長官、特首選舉嘅呢一個宣傳咁等嘅認識。咁另外一方面呢，又希望呢一個社會上面又提供一啲俾青年人、青少年呢一啲培訓嘅機制啦。譬如話，有時候係帶佢哋去參觀下一啲政治嘅機構，咁而家仲好呢，由立法會有時定期開放呢。由多個服務團體人士組成嘅群力促進會，主張監督政府施政，建設公義和諧社會。